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心境深潛。我哋已經從秘密到最大的秘密呢6本書開始一步一步學習吸引力法則、愛、感恩、英雄之旅同埋內在嘅覺醒。今日我哋嚟到呢一個系列中非常實用，亦都非常受歡迎嘅一本書，秘密裏邊嘅愛、健康與金錢。呢一本書同之前幾本書最大嘅分別係在於佢唔再只係理論，而係直接針對我哋人生中最關鍵嘅3大領域：愛情、健康同埋金錢。作者喺書裏邊講得好清楚，吸引力法則雖然強大，但如果我哋只停留在抽象概念上，很難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真正改變。呢一本書就係要幫助你把法則應用到最實際、最常見嘅3大痛點上面，讓你在愛情中找到和諧，在健康上獲到改善，在金錢上體驗豐盛。如果你在感情中感到挫敗，在健康上遇到困擾，或者在財富上總係覺得不夠，呢一本書就會給你非常實在嘅指引。吸引力法則可以應用在愛、健康、金錢呢3個最重要嘅生活領域，而且有具體嘅方法可以讓佢真正嘅生效。好多人喺練習吸引力法則嘅時候，只專注喺想要嘅上面，忽略咗內在嘅感覺同埋信念。呢一本書就係要幫助你調整內在嘅狀態，令你喺呢3個領域都能夠吸引到更好嘅結果。你吸引到的，不是你表面想要的，而係你內心真正相信和感覺到的東西。所以，改變嘅關鍵唔在於強迫自己正面思考，而在於真正轉變內在嘅感覺和信念。首先，分享愛情嘅部分，呢個好多人最關心嘅領域。作者指出，好多人喺感情中不斷吸引到不理想嘅關係，係因為內心深處仍然抱住我不值得被愛，愛情總是痛苦，好男人、好女人已經絕種，呢啲嘅負面信念。書裏邊教我哋嘅解決方法非常具體，先學習愛自己，每天對住自己講：我值得被愛，我值得被好好對待，並真正感覺到呢一份愛。當你內在建立我值得被愛嘅感覺，你自然就會吸引到尊重你、珍惜你嘅人。不要專注你缺什麼，不要一直想我想要一個怎樣嘅伴侶，而係要先感覺自己已經被愛、被珍惜。每天可以練習感恩現有關係中的美好，即使只係一件小嘅事情。用愛嘅頻率去吸引。當你散發出愛與被愛嘅頻率，而唔係缺乏同埋抱怨嘅頻率，你會發現吸引嚟嘅關係自然變得更健康、更和諧。書裏邊提到，當你真正從內心轉變對愛嘅感覺，好多原本困難嘅關係、問題都會開始改變。甚至會吸引更加適合自己嘅新關係。接下嚟，我哋講健康嘅部分。作者強調，
身體會聽你每日對它嘅說話。好多慢性嘅小毛病或者健康嘅問題，其實都係長期負面嘅思想同埋壓力有關。感恩自己嘅身體，即使身體現在仍喺唔完美嘅地方，每日感恩佢為你做嘅一切。例如感恩佢讓你呼吸、走路、看見世界。用正面嘅感覺支持、療癒，唔要一直專注喺我有咩病，而係將專注力轉移到我擁有健康同埋活力。可以用視覺去練習，每日想自己充滿活力、身體強壯嘅感覺。愛同埋感恩嘅頻率，用愛同埋感恩嘅頻率對待身體，而唔係批評同埋擔憂。書裏邊指出，當你持續用正面感覺支持身體，好多長期嘅困擾同埋健康問題都會逐漸改善，因為你給咗身體更好嘅內在環境。健康唔只係身體嘅事，更係內在感覺同埋信念嘅事。最後，金錢嘅部分，呢一個係最多人最關心嘅領域。作者指出，好多人吸引唔到豐盛，係因為內心對金錢抱有負面嘅感覺，例如錢很難賺，我永遠不夠錢，有錢人係壞人等等。想改善對金錢嘅感覺，每日對已經擁有嘅金錢說感謝，即使金額很少，把金錢視為朋友而唔係敵人。提前感恩豐盛，每日練習感覺自己已經擁有穩定豐盛嘅收入，真正感受到呢一份安心同埋喜悅。用愛嘅頻率吸引金錢，唔要用缺乏同埋恐懼嘅頻率對待金錢，而要用愛同埋感恩嘅頻率。當你內在感覺豐盛，你會發現機會、收入同埋資源開始以更自然嘅方向流向你。書裏邊強調，金錢只係能量。當你改變對佢內在嘅感覺，佢就會以更好嘅形式回向你。呢一本書最寶貴嘅地方，在於佢用愛、健康、金錢三大領域，提供咗非常具體嘅應用方法。從今日開始，為自己訂立咗一個簡單嘅每日練習，每日對自己講：我值得被愛，我值得被好好對待，並真正感覺呢一份愛。感恩現在關係中小美好，即使只係伴侶煮嘅一餐飯或者一句關心。每天感恩自己嘅身體，列出佢為你做嘅好事，用視覺化練習，想象自己充滿活力、健康強健嘅感覺。每日對已經擁有嘅金錢說感謝，提前感恩豐盛嘅收入，感覺自己已經擁有穩定豐盛嘅生活。重點唔在於一次做到完美，而係要每日堅持調整內在嘅感覺。當你喺呢三大領域嘅內在狀態改變，外在現實也會跟住改變。呢一本書話俾我哋聽，吸引力法則可以真正幫助到愛情、健康、金錢上創造更好嘅人生。前提係你願意從內在開始轉變。當你改變咗內在對愛、健康、金錢嘅感覺，
你就會喺呢一個領域吸引到更美好嘅經歷。感恩你陪伴我，記住，改變從內在開始。多謝你嘅收看。